GBA 帶你去全日本最夢幻嘅車站愛媛縣下灘站。漂浮喺瀨戶內海嘅下灘站係全日本唯一入選 CNN 世界絕景嘅無人車站。呢度點解會成為攝影師嘅聖地？即刻解密！月台上嘅設施保留國鐵年代嘅風貌，舊式嘅長木凳候車座同埋半截車廂長度嘅月台候車亭成為最大特色。喺度影靚相絕對冇難度。坐喺月台上等車，面對嘅係伊予海灣嘅蔚藍，係嚟到下灘車站必影嘅風景。車站旁嘅小花圃同埋車站環境，1956年開業嘅木造車站令下灘車站多一點繽紛嘅色調。去到月台盡頭防波堤，有伊予灘無邊際嘅藍海作背景，影到天海一線嘅靚景。交通方面，下灘站嘅班次比較少，自駕會比搭電車更方便。車站旁邊亦有免費嘅停車位。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